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爱来扩大，爱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12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日前指控幼稚园对家己查某囝性侵的电信家长，因为不断讲教育局接案，对此教育局调查以后澄清并无这回事，连同幼稚园加其他家长已经提出告诉。不过，上午议会临时会外，电信男子也未放弃，企图向副市长陈情，结果被警方赶走。调查报告申请书黑出来了，卖个骗啦！就是有性侵，你们才上场啦，不是吗？得出宣誓暴力霸凌零容忍的欺负团队，这回面对有电信男子不断指控伊查某囝伫幼稚园被无适当管教，甚至被园长性侵一案。经过教育局厘清事实，嘛大动作召开记者会，立下幼稚园加其他家长要对伊提出17项告诉。不过伊犹原无死心，19号利用议会临时会要直接向副市长陈情，结果被警方驱离。陈情，我的女儿被性侵，我要找副市长陈情。教育局从头到尾都不给我看教室外的监视器画面，然后市政府联合台南市政府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的家长，
都是市府员工，他们联合这些市府员工一起来告我，然后不给我看影片。干虽已经送地检署进入司法庭诉，不过议员伫临时会接受定前再次关心，避免影响市府教育形象。我们身为主管机关，要赶快你设法解决，让这些事情尽量平息。但是呢，不是用吃案的，要找到他们也没有办法要找到真相。对，而且家长他没有去验，没有提出有效没有验这个要客观的出来处理了哈。最近呢、会召集所有私立幼儿园，那园长也跟他宣誓，那一方面探讨怎么去正向管教，那园里面如何对园里面你聘的老师要负起该负的责任。如果呢以后还有这个情节重大的不当管教，除了老师要受最严厉处分，你园长恐怕也是园方也是要受最严重的处分。好，那我们希望你能够对这个正向管教的一个就是讲习能够落实一点。对此，教育嘛再次呼吁民众爱先了解事实，千万唔通随便转发网络无实在内容。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因应淡市有被少的老旧社区，巷仔开的火灾，连小型的水上车拢无法度正常灭火，所以现在消防局推动绑步消防车来投入救灾。对此，地议员林美燕看线，市民也受阻甲单义家看见救灾需求，特别爱心捐赠一台造价190万的绑步消防车，市长委托嘛高调见证，肯定市民的善行。这台皮卡型的消防车，装设德国进口的绑步甲水箱，就是要应用会当进入巷弄的机动性救灾，有高压喷水雾甲起泡的效果，加上合法认证伫水域拖船等多功能勤务，目前已经是淡市消防局推动的救灾主力。对此，地议员林美燕看线，市民也受阻甲单义家看见救灾需求，特别捐赠这台造价190万的绑步消防车。19号由副市长叶铁山伫议会广场，先代表市长颁发感谢状，并献花感谢因的善行。会中这对翁仔某拢真低调，由议员林美燕代言，场面温馨。过去的消防车它是比较大型的，有够大台的啦吼。再有担心要去巷仔来的，我真正没有办法到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设备能够再一次的就是提升，让救灾的第一时间能够就是将伤害降到最低啦。联谊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的空棚，市长委托嘛赶到场，象征性启动消防车，并且甲捐赠者留下历史见证。那也谢谢美燕议员他能够媒合帮忙这个让我们消防局的打火弟兄有增加这么样子的一个消防利器。那将来对于台南市民的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有更多一层的保障。该多功能救灾 CP 值真悬的绑步消防车，日后将伫安平消防分队台面。消防局表示，目前全市只有6台，目标需求是53台，希望全面提升灾害抢救的效能。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市立病伫今年8月初无想提供淡市消防局的救护人员使用 QR code 智慧互联系统，该系统会当减轻救护人员送患者到病院需要写患者资料等等的天数，大大提升紧急救护的效率。同时，市立病嘛无想分享该系统予全市所有消防单位甲病院来使用。市立病院当初开发 QR code 智慧互联系统，是为了解决救护人员送患者到院后，仍需要手写患者资料问题。一开始是因为授团医疗体系总裁黄明和到急诊巡视时，发现救护人员填写搁做辛劳，并指示开发智慧互联系统。透过智慧整合，将患者资料由病院迄边传到消防局紧急救护管理系统，救护员只需要摕到白板电脑。扫病院的电脑 QR code 系统，就会当完成资料填写。咱的消防的弟兄真辛苦看因逐摆要操遐侪物件所以阮是讲内进门部甲这个互联资讯系统伫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感觉讲真好用，真方便搁真安全所以阮也希望讲这个会当
局长的支持之下，会当去全面阮免费的来提供啦我们消防局有很多的分队使用了以后，都表示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效率很好。那我希望呢，这一套系统非常感谢院长的支持，他也愿意把它这个提供出来给各大医院来使用。那我会来召集各大医院来进行这一项的撮合，希望能够让台南市整个救护工作的效率能够更好。这套 QR Code 智慧互联系统整合了病院甲消防局紧急救护管理系统，并无偿提供予消防局使用，提升救护效能。市立病院未来也持续甲在地机构携手合作，为市民打造更加便利、更加高效率的医疗服务环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后宫伫西元1668年明定时期的起庙，并且伫民国50年迁建到今，已经一甲子。现况除了建物的雕刻有毁损，庙内嘛有真侪漏水，造成文物毁损等等。所以庙方成立中修委员会，12月18日下晡正式举行中修动土，由庙方总干事林国民依照高例进行。开台天后宫建成到现止已经有58档，经过1年，建物已经有老旧，庙内外建筑雕造也拢有破损，庙内嘛有侪侪老户，才互庙方有中修念头。18日下晡中修动土仪式，天后宫邀请安平地区10间角头庙宇代表参与，共同见证。仪式由天后宫总干事林国明代表主委罗友礼来主持。10个头种保护，安平全境种善事，大家平安又顺事。天后宫万事皆如意啊！大好大利，百无禁忌。伫民国80年的时阵，有经过了自容，有小可得落去整修，但是即马顶管拢已经漏水啊，落着雨，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一寡经验拢会落下来。对着安尼信众对着安尼游客的安全相当的无好对安妈祖来讲嘛是足不敬啦所以按这个管理委员会煞决议讲安尼应该爱来这个整修所以请示着妈祖的圣杯妈祖意思讲今年伫今年动土，今年动土典呢动土典呢就是伫安尼11月18。日落新时要来动土，动土了，按就开始来筹募这个安尼讲中修委员会对外来募款来修整着安平开台天后宫的这个庙式。动土仪式过程由安平道长王宏儒带领全体参与者进行。仪式最后由林国明摕着已经过火的金坎放庙内5个方位的地方，代表动土。未来将正力正式整修的工程。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基隆建市100周年，市府特别伫12月2日盛大举办年终演唱会，都邀请重量级的艺人，嘛邀请爱唱歌的世界冠军球员吉利吉老公馆来献唱，邀请市民到时踊跃进场同乐。3、2、1，启动！市政府文官局长江婷梅和知名偶像男团一起点灯，共同为年终演唱会揭开序幕。偶像团体原子少年 Saturday 谈到对基隆印象和美食都赞不绝口。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期待这次来基隆的表演，然后我自己另外我有一个特别喜欢基隆的地方是基隆，我称之为叫渔港雨都嘛。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下雨天，因为我觉得很缓解、很舒压，所以我很喜欢这边的天气跟环境，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次的表演。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挑战，因为我们就等于是我们也有去过台湾的最下面，我们这次来到台湾的最上面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把这个台湾都演出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成就，然后再加上这里又是我曾经最熟悉的地方，所以我是很期待到时候演出的时候会不会看到台下有可能我的老师或是同学。就是我们当天一定会全员到齐，然后也会表演2首最新的歌曲给大家听，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场支持我们。除了男团带来表演，还有原住民基隆歌后伍思爱、天才视障钢琴家许哲成，以及风靡歌坛的未来少女压轴演出，包括铁肺歌姬戴爱玲等歌手。而演唱会中还特别邀请爱唱歌的世界棒球冠军球员吉利吉捞董冠，将在演唱会中献唱。像我身旁的这3位就是很棒，我们现在很受欢迎的原子少年的一个 Saturday 的一个表演团体。那当然还有我们今年得奖的金曲歌后伍思爱，而且我们今年的伍思爱他在年终晚会特别，他有带很多他的团体跟他的一个舞群，然后一起希望能够让我们基隆的好朋友可以看到更不一样。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铁肺歌后还有再就是我们的那个幽灵水晶等等，然后甚至有我们基隆在地的节团。说实话，我们基隆在地节团也很优秀，所以在卡斯阵容上绝对会让大家12月21号很热闹，不见不散，一直到晚上很晚。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做整个年终晚会的一个规划上面特别有一些巧思。那当然啦，还有各位看到我们身后这一位我们的世界冠军棒球的球员对，他也是我们很主力特别邀过来的，因为我们很希望未来所有的好事跟好的东西都可以发生在基隆。除了年终演唱会，政府为了庆祝社事100周年，也精心规划一系列活动。12月7号开始，我们的海洋广场就我们的圣诞树就会点起来了，然后它是我们基隆社事100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百人挥毫的一个活动，还有萧仁珍老师的一个书画策展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隆100年的一个故事策展，希望让大家看到这100年来我们的一些不断的历史。那当然今年的基隆的12月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丰富，跟往年有点不同。我们希望在透过基隆社事100，让更多人看到基隆，在这个时间可以来基隆玩、吃、听音乐会，甚至最后可以来一起感动基隆。这也是我们在为400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前哨战。而主办单位也将规划网络直播，包括市长谢国良 FB、魅力基隆 FB 及 YT， 以及有线电视中嘉基隆第4频道将全程电视直播，邀请市民一起同欢乐庆祝基隆100。12月21，基隆我们不见不散。记者黄寿明基隆报道。相信大家拢食过传统古早味的四手仔双胞胎，不过家人有业者都加研发一喙食的迷你双胞胎。虽然小小一粒，不过比一般的也搁爱加一寡工，才有法度互口感更加酥脆。其实这款的口味，在地人已经食超过20档，现在才被报道出来，做回来看卖。高温油锅里，一颗颗金黄酥脆的小圆球才刚起锅，现场飘散着甜甜的香味。它就是一包装到满，没有分重量，这样子就是一包。对。小小一颗圆球，老板把它称为一口吃发财蛋。其实和旁边传统的双胞胎都是同一种铜板美食，就是缩小版的双胞胎。它小的是比较那个叫酥脆，对，好吃，不会太甜，然后就趁热吃啊，凉掉就会软软的。其实有些客人说老人家吃不动这个东西，那我建议你买小颗的。为什么小颗的老人家吃得不动呢？因为第一个小颗的它不用拉扯，它含到嘴巴里面，不管有没有牙齿，咀嚼的一下就融化掉了。你买50块哈？买700块哈，这几了不要紧哈。有的民众从小吃到大，只要经过这里就会来买。位于基隆孝三路这间双胞胎，在地经营超过50年，强调不添加任何香料。老板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处推着3轮车卖双胞胎。小的大家的接受度很高，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够，就会直接用这
正常的双胞胎板下去做小的。那但是做小的有一点技术性，做小的技术就是说你要把它压得很扁，它炸起来才会脆，跟大的有点做法不一样。觉得还蛮新鲜好吃的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双胞胎。独创迷你版的双胞胎，老板不吝啬分享做法，也因为步骤很严谨，才能让顾客回购率大大提升。我的面团是用长时间发酵，不是快速发酵。我最少要8个钟头以上才可以拿出来炸。一般面包面粉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就发酵完成，我最少要再加1倍以上的时间。这是长时间去让它发酵，发酵之后再用那个温度把它控制住。以前古时候我开始卖的时候不叫双胞胎，以前叫台语叫买回子。有买回子有2个名词啦，一个是它开起来就是把它开花的意思，这样开花。还有一个比较重音的叫买地子，马蹄剑。传统的铜板美食双胞胎人人都爱，业者独创一口吃发财蛋，让大朋友小朋友爱不释手，人气超高，让高物价年代铜板美食还是大受欢迎。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高雄柴山有美丽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主要是都市的后花园，竞争上全台国家公园第2大热门的景点。不过最近却传出柴山阿郎伊秘境的碉堡被人乌白话个破坏，引起民众不满。就是政府嘛介入调查，并制定好预防办法来进一步保护。高雄柴山面望台湾海峡，登山远眺，海天美景成一线，并在今年1到8月成为交通部观光署公布的台湾国家公园到访游客人次第2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已经是都会区中不可多得的后花园，却在日前传出柴山知名景点阿朗伊秘境中的原始碉堡遭涂鸦客喷漆乱涂一通。民众得知消息后，纷纷指责涂鸦客这行为相当不对，也没有公德心。就是非常不好，然后还是维持自然景观的这样状态，就是它会破坏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啊，这样还要花费另外的钱去处理它。迄个所在我也行过来遍啦，真的很漂亮。我刚才看，结果涂鸦较改打迄个碉堡，涂鸦啊规个色伫遐中间呢，真正破坏啊伤个严重。同时啊，互咱的百姓有这种观念啦。这大自然的物件，你就不卖甲破坏，还是应该是安尼较对了。阿朗伊碉堡内外都被涂鸦，导致原始风貌不复存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接获通报后，也迅即派员前往了解。自管处表示，涂鸦客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规定第8条，破坏任何公物与设施，将会追查并处以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罚钱事小，重点在事后清除喷漆。如何避免2次污染现地，自管处也相当伤脑筋。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公告禁止事项上面第8条其实有规定哦，就是如果民众随意去破坏我们的公物或是设施的话，其实是要处3000块的罚款哦。那累次累罚哦。你看这么多的那个涂鸦涂成这样，那我们如果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还在请专业的厂商去评估一下，到底是要用清洗的，或是后面要再用覆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其实都造成了我们处理上面的一些困扰哦。对于有民众建议自管处应该设立中英文双语告示牌，阻止这类涂鸦情形再度发生，自管处则表示会与相关单位研议外，也提醒民众阿朗伊有多处落实情况发生，已经有贴出公告，请民众别再冒险进入。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回收名称因为需要人工来拆，进料时间嘛真高工，所以高雄市政府对明年正月1号开始，要向等名称的民众收取拆除费用以外，中央环境部嘛倾向修法，向业者收取回收程度的处理费。床垫由多种材质组成，中间的铁质弹簧架可回收，各层布类则需剔除。因此，高雄市府将在明年收取废弃床垫回收拆解费用。一般床垫收费375元，独立筒床垫则是700元。实在是因为拆解床垫非常耗费人力，一个工班大概3到4个人啊，用一些切割的机具啊，比如说刀片，切割机具把床垫的
那个废纤维布跟废铁来分离，这是传统床垫的部分。而其独立筒的部分会更复杂，因为独立筒每一个床垫里面有很多的圆柱体，那清洁队员必须要把圆柱体里面每一个的弹簧把它抽出来。好，那平均来讲，弹簧床垫的话，传统的话一个人平均大概一天只能拆10床，那独立筒的部分一天平均可以拆3.5床，所以就搞刚去年6都就回收超过58万床，由于拆解人力不足，许多县市堆积如山，因此环境部评估修法，向床垫制造商或输入业者收取回收清除处理费。那未来我们也向环境部这边来看是不是可以反映，就是把弹簧床垫列为公告应回收废弃物，那它的精神就是跟制造端或者输入端收费。后续来补贴后续的一些处理费用，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在管理上也会比较周全一点。修法后，由业者出资提供清除床垫的费用，民众就不必再缴交回收处理费。但民众认为，业者会将费用转嫁到床垫价格上，一样是民众得付钱，但也许是一种抑制浪费的方法。一定的啊，到业者身上就转到消费者啊。变成床垫价钱会调高，对，没错，就是没有一下子收我们很多钱啊。以前大型家具也不收钱的啊，现在要啦啊。床垫我觉得就是对啊，循序渐进。我觉得也可以啊，因为通常大家都不爱惜东西，对啊，收费高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抑制那种，就是可能一下下没有怎样，然后就要丢掉或怎样。反而不是使用期限到才要换，就是可能看到新的就想换。若环境部有心施行，明年就有可能上路，只是施行前势必会有波床垫涨价潮。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2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